哎，等你们多时了，快，随我来。等一下，你们是什么人呢？哦，都是给君王庆贺的。这事儿可没人交代过呀。这是袁相特意安排的惊喜，所以未敢对外人言讲。这箱子里边装的是什么呀？将军，如果耽误了良辰吉日，怕是你也担待不起吧？宰相令。正是。放行。有劳了。所有人，找地方隐蔽，按计划行事。是。等我消息。是。今日适逢我四弟大婚，本应是件喜事，但父皇身体抱恙，所以今日为祈愿而送的咒愿文就由我来吧。今日吉时，我家清流与杜氏小仙结亲，福愿成纳之后，千秋万岁，保守吉昌。五男二女，奴婢成行，男愿总为卿相，女即竞聘恭王。从兹咒愿以后，夫妻寿命延长。两位新人可以行礼拜堂了。一拜天地。二拜高堂。四弟，二拜高堂。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夫妻对拜。